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时间到吼，咱三角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先大家咧边仔先问好一下吼，大家问平安一下，大家平安。嘛，咱线顶的兄弟姊妹问平安吼。咱这是咱来用我的心情啊，这首诗歌咱来敬拜咱的上帝。我的心情啊，你着好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哦，我的心情啊，你着好耶和华，世界万物拢着好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伊搭伫咱耳朵，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耶和华。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耶和华，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哦，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耶和华，世间万物拢着学伊。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伊搭伫咱耳朵，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耶和华。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咱的主每时每刻在看顾。伊搭伫咱耳朵，开大声称颂伊。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耶和华。来，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耶和华。我的心心啊，你着学耶和华。这是咱来做感恩甲认罪悔改，咱先来看一则经文来，咱三角来共读来。我的主民啊，若谦卑祈祷悔改，离开因的歹行为，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赦免因的罪，互体地搁再生产。我的目睭要看，耳孔要听，伫所在所现的祈祷。这是咱要来感恩，咱要来做悔改认罪，咱来感谢天父上帝一礼拜久对待着咱的看顾，对着咱的保守，互咱会当伫今仔日欢喜的心，咱来到咱的圣殿敬拜着主。特别下晡有咱陈牧师的就任感恩礼拜，咱要拿这个献上伫面前，伫主的面前，也要伫咱一礼拜久内底，咱做出无合主心意的，咱来得罪着天父上帝。也是伫咱的人际关系顶缘无好的，咱要一届来到主的面前悔改，得到了主的讨放，得到了主的赦免，咱三个开声来祈祷。天阮的天父上帝，阮搁一届大大来感谢着你，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宰。你每一工用着你慈爱的绳索来做牵引着阮，你拿你降下丰盛的恩典来施落伫阮的心中，互阮伫阮世上所行的路，阮无摇转，阮无惊吓，阮如你满满的恩典，阮为了来献上阮的感谢。总是天父上帝也将阮较你伫阮一礼拜久过去，阮无合你心意的，阮来得罪着人的，阮伫阮的人际关系顶缘，阮甲人的冲突，伫迄个所在偏颇骄傲的，讲出无合主你心意的，得罪主，得罪人的话语，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阮的软弱，怜悯阮的无够，互阮一届搁来得到了圣洁的生活，互阮来得到了圣洁的主你所听的一切，阮搁一届来恳求天父上帝，你听取阮的祈祷，阮会献上阮的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煞接咱要来做医治甲讨饭的祈祷，咱来看即则的经文来。我命令恁，着勇敢壮胆，毋
通惊，毋通论，因为恁无论去叨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咱来，搁一届来恳求天父上帝，互咱伫咱的生活当中，无论咱的心情灵、咱的经济、咱的事业、咱的学业，咱若面对着困境的时，咱搁一届好胆主来求讨。咱用感恩的心，阮相信上帝要来应允着咱，要应允着了你，来带领着咱，行过这苦难，行过咱所面对的困境，互咱来得到了真大的头帮。咱搁一届来开声。主上帝，阮感谢，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宰。你知阮伫阮生活当中，阮所欠缺的，互阮知，无论阮家己的心情灵的这病痛，也是这困乏，也是这无好，也是伫阮家己主你爱阮伫阮世情所行的路径的顶缘，阮去面对着了真侪的挑战，真侪诱惑的时，阮伫个所在，阮无来遵守主你的教导，阮陷入伫迄个落网的时，阮拢要恳求天父上帝，你搁一届来怜悯着了阮的软弱，你搁一届来赦免着了阮，特别伫阮的病痛顶缘，主你听取阮的祈祷，你互阮有信心。你来家己来亲自来带领了，互阮会当得到了好的医治，得到了好的照顾，互阮有健康的身体。虽然有时阮知肉体的病痛，阮无得完全的恢复，总是有信心伫主你所来的祝福的时，阮就要行伫你的面头前，搁一届来高举主你的名。天父上帝，阮感谢着你，愿你听取阮伫你面前来祈祷，愿你家己亲自施恩赐福，互阮每一个兄弟领受着平安，领受着你的信心，领受你互阮的祝福。阮为遐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咱煞遮咱为着今仔主日，咱来做祈祷吼。来，咱先来读这段经文来，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快乐，互恁内在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心内，互恁定根下伫地基得听。会当教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疼，是领的长、宽、高、深，搁经验迄个超过人的智慧，所会当了解的疼。我上帝完善，甲恁完全的充满。好，咱今仔日真正欢喜，咱会当过一届伫这个所在，要来同心敬拜，来到着圣殿，祈求天父上帝，互咱的牧师。今仔日要伫这个所在就任第6任的主任牧师来带领着所有咱的同工，咱的所有正会友，咱用着福音的角度来迈进。咱为这所这个代志，咱特别来祈祷，也要恳求天父上帝来煞遮。咱今仔日吼，也做这个5楼甲着6楼，啊，这牧师馆甲着外墙，啊，甲着咱的这顶楼吼，咱拢伫流水吼。来修理的代志，咱大家为这个事，咱来祈祷，咱来奉献。啊，要为着咱第7组的所有兄弟姊妹，互大家人的心情灵得到了保守，互每一个人会当愿意伫个生命当中去了伫主的身边。咱大家今日所有这个事，仰望伫主的面前，咱同心开声来，咱祈祷了，咱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着你。因为你是阮教会的头，你嘛是迦南教会的主宰。阮欢喜主，你搁一届来伫今仔日，为着阮家己来预备着第6任的主任牧师陈柏芝牧师，也要伫下晡的受集来感恩礼拜，祝阮献上阮的感谢。阮求天父上帝，你加添智慧异象，当牧师也互阮所有同工，阮所有正会友，阮伫你的国的内底，阮伫你的教会内底，阮会当同心向着头前来迈进。互阮的做国度会当搁得到较大的宽阔，因为阮知唯有主的圣神会当成做这个事，也会当互阮每一个人愿意甘心乐意摆在你面前。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你互教会这个硬体，特别安尼已经用久的时间，世界拢伫流水，阮需要着迄个所在来整修，阮需要着经费，阮也恳求天父上帝，你家己为阮来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看重这个事，阮为这个事摆在你面前，也恳求天父上帝，你预备阮所需要的一切，也互今仔日阮要为着第7组的兄弟姊妹，阮搁摆在你面前，也为因每一个人的心智能够健壮，每一个人因伫每一天的生活内底会当领受亲近着天父上帝，得到了天父上帝你的祝福，得到了天父上帝你的引带，阮搁一届将阮今仔日的祈祷的事拢仰望伫主你的双手内底，愿主你伊讲听阮的祈祷，你对天愿来看，互阮所祈求的来得到了你搁一届满满的祝福，阮为遐来献上阮的感谢，只是阮要用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成。
伫对你亲像一天里，阮的日息伫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充满伫日气，着叫阮发伊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免。上帝啊，你有应答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去除师傅气杀的少，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础。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89首，主要过来，主要过来，请会众起立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阮的阿爸天父，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你是掌管万物的大主宰，你赏赐气力、活命、教育的资源，爱阮过丰富德性的生活。阮敬拜你，你就是阮的开始甲结束，也陪伴阮这世人的旅程。求你用阮的手来参与你的创造。用阮的人生来带予别人的祝福。阮要伫你的生命谱顶面有名、有份、有纪念。敬畏传叹你话语的人真有福气。你会互因亲像果子树栽种伫溪仔边，照时阵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你会互阮所做一切拢兴旺，阮满心感恩。上主的荣光亲像启明星，万国啊！着称赞上主，万民啊，着阿罗伊，因为上主实在有替迦南教会做大代志，亲像南风大扫的地，有溪水搁在流，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流目屎早种子出去的，会带伊的麦捆欢欢喜喜倒转来。信实的上主伫咧迦南教会艰难的时刻，呼调单僻之牧师转来。
阮实在是非常欢喜。求信心保守带领，今仔日下晡陈牧师的就一礼拜一切顺利。祝福陈牧师甲静怡师母心灵永驻，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困难。信心也要透过陈牧师甲众教会长职同工小组长所做工，互甲咱众兄姐灵命搁较兴旺，感动济济兄姐爱慕你的话语甲教示。加添每礼拜三暗时基督会的人数，无论是实体也是线上，互参与的人拢得到对主来你的造就、安慰甲帮助。我要伫新的主任牧师带领之下，搁较同心，搁较合一，做主你的圣工，要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也期待创造，毋若是迦南教会第一个60年，更加有第二个60年、第三个60年，直到永世大无尽。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免。会众请坐。这时，请咱来启用伫个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65篇，也就是启示录21章。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亲像新娘装头好势，咧迎接丈夫。我阁听到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看，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伊要做伊的子民，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伊要拭去伊目睭拢总的目屎。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哀求、痛疼，因为前的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看，我将万米拢换新。伊搁讲着写起来，因为遮的话真是可靠。伊阁甲我讲：完成啦！我是阿米加是开始甲结果。喙焦的人，我要将换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这些人会成就遮个，我要做因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家己。这时，咱要请青年牧区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我愿奉献我一生。青年牧区今仔日要献的是华语的诗歌：我愿奉献我一生。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15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15节。上帝有用伊的能力，将敬虔的生活所需要一切赐予咱。这是通过咱认识，调咱来分享伊的荣光，甲良善许上帝来的。安尼。伊有将极大、高宝贵的应允赐予咱，互恁通过遮的应允，通脱离世上的欲望所造成的腐败，来分享上帝的本性。为着即个，恁着尽力拍拼，互恁有信心，阁有德行；有德行，阁有知识；有知识，阁有节制；有节制，阁有忍耐；有忍耐，阁有敬虔；有敬虔，阁有手足之情。有手足之情，阁有仁爱，才会恁所需要的品德，才会恁若拢有，阁若充实，会互恁阁较积极，阁较有效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人若无遮的德行，是短视，是失明，袂记得伊以前的罪已经有洗清去。所以，我的兄弟姊妹。恁着搁较努力来证明上帝对恁的呼召甲拣选是确实的。恁若安尼做，就袂对路。安尼，上帝会大大赐福互恁，通进入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所以，虽然恁已经知遮的代志，搁坚定接受恁所领受的真理，我还阁要不时甲恁提醒遮的代志。我想，我也活伫的时。就甲恁提醒，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有清楚甲我指示，互我知无久就会脱离即个会败坏的身躯。我要尽力想办法，互恁伫我离开世间以后，不时会记得遮的代志。以上，请本堂单辟一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欢迎上八楼”，欢迎上八楼。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一个真欢喜的日子，我相信大家等待并无足久的，因为上帝伫无拍算的中间，互陈牧师会当转来伫迦南教会来就任迦南教会牧师。但是对我来讲，我那等待真久，因为对我离开顶一间教会，到现在超过3年5个月时间，意思是讲3年5个月时间，牧师无正式的牧会。但是这3年几的中间，上帝带领我，甲我的全家，伫无同款、无相像的所在，伫遮来看见上帝伫逐所在真奇妙的作为。咱迦南教会伫明年要庆祝60周年，迦南教会会当讲是对五旬节。就是咱顶礼拜圣神降临节迄天，一直到现主时，迦南教会是承接上帝圣神的工作。迦南教会伫1965年10月31号伫音乐街来设立礼拜堂，然后2冬以后就来叫买伫和平路107号，然后搁伫3冬以后来买着咱即马坐的即个礼拜堂中华路49号。经过使用12年了后，感觉无够用，所以来将即个楼礼拜堂拆掉，来兴建地下1站、地上5站的礼拜堂。即个大家非常的担心哦，伫2年的之内就来起好即个礼拜堂，所以一直来使用伫1984年到1994年。
然后10年以后呢，1994年，感觉这个礼拜堂已经坐袂落，无够用，所以佫伫1年以来，来兴建6楼到伫8楼，这个建筑物。所以迦南教会，咱通看见上帝对1965年到1995年30年久的中间，上帝互迦南教会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来同心敬拜，因跟上帝的名。然后，佫伫2019年到2年前，来叫要伫隔壁33号2楼的所在做新的礼拜堂。咱看见上帝带领甲稳定，互迦南教会的教士一直在兴旺，嘛来扩张迦南教会的境界。这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作为啊！这个礼拜堂，请问你捌伫这个所在做礼拜，请举手一个。有哦，佫遮侪人哦，哇，感谢主。这个请手请放的，这个就是咱来这个礼拜堂前的所在啊，是这个土地银行，甲这个临时的拘留所，所以你感觉这个礼拜堂的铁窗仔门，非常的高，佮非常的济啊，总是这个所在只有2层楼啊，但道乡牧师甲牧师娘一来就开始来对这个所在来服侍哦，这就是迄当时礼拜堂的内面，足紧就将礼拜堂拢坐满为什么呢？因为所在无真宽，所以你若下日呢，徛伫第一排倒边的迄个穿白衫白裤的，迄什么人？迄是文神长老的小弟啊，文杰长老我刚刚有看到俊勇伫迄个所在，其他我差不多拢袂认的袂认的。但是这个所在呢，只有1楼做礼拜堂，2楼搁做会议室，搁做牧师馆是空间非常的小，所以无够迄当时陈道雄牧师夫妇来到遮，甲因全家4个人伫遮的服侍，所以呢，真短时间就将这个1980年11月初1来拆掉这个礼拜堂。就要来起这个地下1站到地下5站，2年无够时间就来起好。所以上帝真奇妙的作为，互大家真同心共心做伙来去做这个礼拜堂。所以这张相片就是咱即马现主时做的这个礼拜堂啊。请问这个礼拜堂已经使用几年啊？对，1984年的10月31号献堂，到今年10月31号满40年就是同款的礼拜堂厅，所以表示讲40年前大家的这个建筑就已经要将这个所在建设一个当久久长长来使用的礼拜堂。虽然你看到头前讲台色无共款。但是，迄个壁、即个石架、甲即个地板、甲咱即马坐即个椅啊，拢是共款40年前的古董啊，会当算讲是古董啊。这是迄当时教会外口面啊，咱看到正门是伫中，迄个骑楼还未起来，所以正门是伫中，这是外口。这张相片迄当时的相片即马足少的。如果咱厝内底有迄当时迦南教会1984年到1994年的相片嘛欢迎大家当提供。你看到迄个红色的迄个扛棒足大地迦南基督长老教会。然后搭伫即个中华路的路边但是咱即马迦南教会欠即支直的即个扛棒，咱的扛棒拢是正面的无即个直的即种的扛棒，所以你对中华路坐车足紧就过去，并无看到迦南教会即4字但是古早是有的。然后即张就是1994年教会5楼阁无够因，所以陈道雄牧师伫遮来动工来起做即个8站楼的即个礼拜堂。我相信即个过程就是上帝通过信心的工作，对使徒行传第2章一直到单，上帝互咱一站一站安尼牵线，然后来起做上帝教会、上帝圣殿。咱嘛继续为着迦南教会来祈祷，愿上帝带领迦南教会伫要迈进即个60周年的中间，互咱当继续看见信心的带领，做伙同心来兴旺福音，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带领迦南教会到伫现主时，
经过58年久的时间，也感谢你带领迦南教会前5任的遮的牧师，阁有拢总有15位牧师的团队，甚至50几个长老、100几个执事，甲100几个小组长来参与伫迦南教会的圣工，阮献上感谢。阮也为着迦南教会后尾遮的路站，甲头前的路站，也愿上帝施恩带领，互阮继续倚靠信心来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路。阮安尼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要通过使徒彼得后书来甲大家分享。2礼拜前讲起着彼得前书是咧教导信徒安怎面对苦难，而且受这条批的人是一群受拣选、受耶稣基督的人。苦难所代表的意义是信心的考验，只有通过考验的人，才会当伫耶稣过来的日子得到报赏。彼得后书是咧教导正确的信心甲应允，因为当时的教会面对假先知甲假的教训来打击，互基督徒向偷向、怪向、唱向骗，直到失去对耶稣基督过来的终极的愿望。伫咱台湾现主时有一个叫做全能神教会，捌听过无？捌去过无？毋捌哈，要去参加无？好，无需要参加，好，因为因就是东方闪电哦，对大陆迄边来，这个团体好改名自称是教会，一方面在攻击圣经，一方面搁诽谤圣经，然后搁用圣经的话来骗基督徒，来支持一位自称是神的女基督啊，骗去基督徒的信心，甲因的得救的性命。所以，伫我个人的 Facebook 的这个 Messenger 内底，收到足多遮的简讯，我相信咱大家拢会收到。嗨，陈柏志你好，好，主日平安，好在主日问候，好，我们是一家人，最近好吗？嗨，陈柏志你好，你是来自台湾的吗？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遮的简讯内容呢，好，因拢用一个嗨你好。来甲咱拍招呼。如果你来回应平安，你是基督徒吗？好，他也会回应我也是。然后就讲你有在读圣经无？无咯，若无读圣经，无要紧，咱会当做伙约一个时间出来做伙来读圣经哦。然后好，佫开始讲读圣经一段页，咱会当做伙来去参加小组。隔壁第2场已经开始在准备啊。好，所以咱同步做礼拜真好啊。这全人神教会呢，伊就一步一步，然后去参加伊的小组，伊佫甲伊讲我有一个表哥对大陆来，你伊要做伙小弟来甲咱来聚会，然后就甲你分享因伫大陆遐的信仰，因伫大陆遐安怎得救遮的过程，甲因安怎来侍奉这个女基督啊。所以这是一个偷拐抢骗的过程啊。所以咱就要特别来注意，特别来设立。总是彼得这个代志，毋是只有伫咱现主时才有拄着。2000年前，将近2000年前，彼得迄个时代的教会就已经来发生啊。而且全能神教会的大本营，毋是伫台北，伊的总部设伫纽约，但是伊伫台湾的大本营就是伫咱桃园这个所在啊。所以咱要真注意，真细腻，甚至咱的长老嘛有在分享讲，已经有全能神教会的遮个姊妹走入来咱的教会，甚至伫咱的小组内面在参与啊。但是牧师讲安尼，毋是讲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啊。你边仔就一个全能神教会，是讲如果若有人邀请你去别位查经，去别位聚会，咱拢爱非常的细腻。爱非常的注意，彼得后书这本册短只有3章，但是伊提供一个正确的指引，帮助信徒人命会当健康来成长。而且这个信徒我甲分做3类，第一类是初信者，就是受洗礼2年以来的初信者。咱遮在第1章讲有受洗礼2年以来的兄弟姊妹，受洗2年内，请举手一下，一位。2位、3位，多谢，手请放的。这彼得后书第1章第50到第90，就是要写予受洗礼2年以来的初信者。
然后受洗2年以后，就当讲，咱应该拢是一个基督徒啦，照法规啊，咱应该是一个基督徒，咱就要长大成人。然后，佫有一个是老基督徒。什么是老基督徒呢？老基督徒就足歹定义啊。老基督徒毋是讲你做基督徒20年、30年、40年。老基督徒的定义，是你会晓结果子，你会当做属灵的阿公、属灵的阿嬷。什么是属灵的阿公阿嬷？就是你有囝，阁有孙，你会当传福音予人，然后你所传福音予人的人，伊阁会当去传福音予别人，这就是属灵的阿公阿嬷。所以甲你隔壁兄弟讲，咱要做属灵的阿公阿嬷，咱要做属灵的阿公阿嬷，所以咱若传福音予别人，咱就是做属灵的阿公阿嬷。所以请问一位30岁人会当做属灵的阿公阿嬷无？会，马偕牧师，伊27岁来到台湾，伊所传福音遮个学生，搁去招遮个学生，伊毋知做甲属灵的阿祖去啊，还是属灵的太祖，到咱现主时，马偕牧师，已经150几年久的时间，互咱看见，真正一代过一代啊。头一个楼梯是初实的，爱努力来爬楼梯啊！因为牧师用这个和合本来写这个大纲啊，所以我来读第50到第90，来当看中文的和合本。为着这个，恁着尽力拍拼，互恁有信心，阁有德行，有德行，阁有知识，有知识，阁有节制，有节制，阁有忍耐，有忍耐，阁有敬虔。有敬虔，阁有手足之情；有手足之情，阁有仁爱。第80，这个是恁所需要的品德。这个恁若拢有，阁若充实，会互恁阁较积极，阁较有效，明白咱的主耶稣基督。人若无这个德行，是底时，是失明，袂记得伊以前的罪已经有洗清去。黄色的有8项，红色的讲，你若有这个，你就会结果子，你会当继续来成长。第90讲，若无这个，这个人是安怎？是近视，伊毋是讲近视，是短视，就是看只有看地上，无看到天顶，是失明，是痴迷，甚至袂记得上帝已经拯救伊。伊阁走去别教派，毋是别教派，走去异端的教会，需要一个另外拯救者来甲伊拯救。这8项代表8站的楼梯，特别咱迦南教会有8站楼，所以如果咱若有机会，坐电梯也好，爬楼梯也好，你当拿爬这楼梯来对照彼得后书所讲的这8站楼是啥物楼？第1楼叫做信心。第2楼叫做德行，第3楼叫做知识，4楼叫做节制，5楼叫做吞忍，6楼叫做敬虔，7楼叫做疼兄弟的心，8楼叫做疼正人的心。请问咱住伫几楼？8楼，安尼大家拢住伫8楼，感谢主啊！但是呢，牧师要特别将这8站楼呢，来对照咱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表现。如果你若是住伫1楼，你爱有的，就是你爱有决志信耶稣的心。这个决志信耶稣，上界要紧的，就是爱相信耶稣基督过来啊！请问咱有相信耶稣基督会过来无？阿门。咱若相信耶稣基督过来，咱就爱安怎？爱备办，爱准备。因为圣经甲咱讲，咱若无备办、无准备，等耶稣过来的时，咱就伫遐拢无有油，迄个顶早就花去啊！咱只好伫外面加热，安怎？切起，伫迄个所在拍门，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无法度入去。真侪基督徒1楼住伫1楼，但是伊的信心看无久长，伊无想到耶稣过来，伊信耶稣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伊的信心只有伫地上，无伫天顶，无有准备。等耶稣来时阵，竟然是双手空空，无法度入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到教会一楼，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耶稣基督要过来。第二楼代表咱伫即个礼拜堂受洗礼迄日，你会记得你的洗礼迄日是倒一日无？迄日就是咱属灵的顶头生，是咱属灵的性命，也代表对迄日以后，咱的品行、咱的品格甲行为，就要有改变，就要有无共款。所以受洗礼代表是一种性命的改变，知识代表是咱爱通过信心的帮助，带领咱明白真理真理。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就是爱读圣经，爱求信心的帮助，互咱读圣经读有，毋是读圣经读甲拄久。第四楼是爱节制，节制就是咱通过基督赢过试探。好，咱讲一解，通过基督赢过试探。通过基督赢过试探，这个节制是要帮助咱，互咱无离直切，互咱当做任何的事，包括讲话也好，无互魔鬼来攻击，无互魔鬼找到这个破坎，是咱有一个基督的心。然后5楼的分论代表就是咱的智慧啊。对1楼到4楼，会当讲是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但是对5楼起入一直到第8楼，会当讲是咱甲人、基督徒甲人的关系。所以5楼，咱就要学习甲人来聚会，敢有逐摆聚会拢足趣味的？有啦，好，感谢主。但是有的时阵聚会原来真无聊，也是讲有时阵聚会甲咱未海的人做伙聚会时，咱需要学习什么？忍耐，学习吞忍。好，唔通想讲啊，这个聚会伊有来，我就无爱来，我就袂愿去。咱就爱袂使停止聚会。好，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所讲的。咱就爱学习忍耐，唔通停止聚会。如果你感觉这个聚会真无聊，咱就有责任，互这个聚会变甲更较有趣味。阿门。好，你若感觉这个聚会来的人无可爱，咱就有责任，互来参加聚会人变甲足可爱，大家足和谐、足欢喜的。这是上帝互咱伫5楼的这个考试啊。6楼敬虔代表的是咱的奉献。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0讲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路。这是代表咱安怎样使用金钱甲钱财。所以基督徒伫奉献的顶悬的操练，放到伫6楼。这个奉献，牧师无今日要半时间伫遮讲，总是咱爱知影，每一摆奉献拢是带着甘心的乐意的心，每一摆奉献拢是一种对上帝敬虔的表达。这种的奉献，才当反映咱对上帝尊敬的心，甲一个使命。7楼讲的是疼兄弟的心，这种的服侍是服侍主内的兄弟姊妹，表示讲咱来服侍咱教会内面的兄弟，服侍基督徒教会界中间的兄弟姊妹，这是疼咱彼此主内的兄弟甲姊妹。8楼才是咱传福音，因为上帝疼世间的人，互咱要将这个福音甲别人来分享。所以牧师讲遮的1楼到8楼以后，我要讲问同款的问题，请问咱即马住伫几楼？哇，感谢主，我阁听着足侪8楼。好，安尼大家拢会当来住伫迦南教会牧师馆啊。好，你会当出来做牧师啊。好，表示讲咱已经通过基督徒或者的考验。好，咱会当亲像即个老练的基督徒共款，咱无过是初信的，咱已经爬遮的楼梯起来，好，到上帝会当使用。第二种的楼梯是基督徒爱更较努力的楼梯啊，对第10节到11节。所以我的兄弟姊妹，恁着更较努力来证明上帝对恁的呼召甲拣选是确实的。恁若安尼做，就袂对落。安尼上帝会大大赐福互恁，通进入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伫这个所在，11节讲：你们丰丰富富的进神国。
咱入去上帝国的时阵，是双手空空吗？还是要丰丰富富？咱要安怎丰丰富富进入到天国？就是第二种基督徒爱搁较努力、搁较热烈的楼梯。这个楼梯有三个关键，头一个就是蒙召，第二个就是受拣选，第三个就是确实和合本翻做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受调代表咱分担这个圣工，拣选代表咱的任职，坚定不移就是代表咱无离开，咱是屈落去、进落去，伫即个教会，伫即个所在，做上帝忠心的奴仆。这张相片顶头有拍日期，1984年10月31号，请问什么日子？教会设立？毋是呢，1984年，拄则我已经互咱看过2届啊。献堂，1984年对，献堂。所以请问你人有伫即张相的，请举手一下。哦，大家手举足悬的，来举好，举好。我看到敏泽长老，敏泽长老迄阵，来手垂顺胸，武装长老，多谢副秘书雷洪兄。迄阵敏泽长老徛伫第一排，集会，迄阵伊集会，我凊彩讲的啦，我嘛毋知影，但是我看到伊有举手，因为敏泽长老今年50岁，40年前，40年前敏泽长老集会的时阵，徛伫遐，若是集会，伊拢是囡仔，拢是徛伫第一排，迄个所在，教堂，代表即个过程，对一个囡仔。到一个做老爸，甚至做执事、做长老，这个过程，这是上帝的受呼召，嘛是上帝的拣选，受选，来做教会的圣工，然后来担任这个职，互咱到现主时40年要过啊，但是咱犹原确实坚定不移，踮伫这个所在无离开。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楼梯。请甲你隔壁兄弟讲，这是基督徒的楼梯。拄则看到迄8楼是互初信的，基督徒的楼梯是代表讲，当教会若有需要，咱就爱出来；当教会需要咱受选的时阵，咱就无提示，咱就无拒绝，咱就无走向。上帝叫我爱选这事，安尼我就答应。上帝爱我来做小组长，我就答应。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楼梯，就是要来进前，一步一步，来向前啦。秋红长老，嘛做咱的长老。秋红长老是咱迦南教会第几位的长老呢？秋红长老也会记无？牧师真无聊，半暝也无困过来献这本，直接来审。秋红长老比因囝较慢啦，文心长老是伫1987年做长老，是咱迦南教会第18位的长老。李秋红长老是咱迦南教会第19位的长老，1989年所以这本咱也得转去看，你当现着足侪趣味的代志。这个伫拄则举手的伫相片内底，经过这40年久，就是咧爬即个基督徒的楼梯，互咱这楼梯无像1楼爬到8楼，迄可能是10年、20年、40年安尼来爬，但是互咱上帝对咱的呼召，咱坚定无离开啊。最后一个要爬楼梯是老基督徒爱尽心尽力的楼梯，对12节到15节。所以，虽然恁已经知这个代志，阁坚定接受恁所领受的真理，我要求不时甲恁提醒这个代志。我想，我要活地的时，就甲恁提醒，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有清楚甲我指示，互我知无久就会脱离这个坏败坏的身躯。我要尽力想办法。互恁伫我离开世间以后，不时会记得这个代志。
即嘛讲到三个重点，吼嘛亲像三个楼梯。即个红字代表老基督徒，吼伊的上界要紧的精神，就是尽心竭力啊，吼尽力吼想办法，吼尽力想办法。才有一张相，吼即张相嘛有拍日期啊，2005年10月29号，吼代表吼今年就要满19年。即张相，吼你有去参加，请举手。我先讲这是啥物代志啦？吼，这是迄天吼迦南教会要庆祝40周年，然后阁有青年牧师，吼，就是陈伯志牧师，我本人啊，访牧吼就任青年牧师的迄天，伫啥物所在？吼，伫妇女馆，吼，迄天你有参加的人，请举手一下。吼，那会遮少人，足侪人拢无参加。吼，你无好，谢谢啊。确实你袂记你即个代志啊。表示讲，真侪人无举手啊，无举手的，表示咱是伫19年以后，才来到伫迦南教会中间来迦南教会的人。这张相呢，是咱牧师两位牧师，大牧师、大牧师即个阁有咱迄当时现任的长老甲执事啊，现任的长老甲执事，特别有几位的已经无伫咱的中间。甚至有几位已经互上帝接转去天顶领加杯的，你看会出来有啥物人无？杜医师真好，文新长目睭就来，桂美姐，徛伫牧师的后壁，牧师的右后方迄个所在，咱看到右后方啊，叶桂美，桂美姐，这几位呢，是已经互上帝接转去离开咱。但是迄当时真侪也执事像处于迄阵是第一任的执事，即马嘛做咱的长老啊。明哲迄阵嘛是执事，即马嘛是做咱的长老。对拄则40年前伫迦南教会献堂，迄天阁经过要20年，执事变做是长老。即个过程就是互咱知影，咱已经对基督徒。变做是老练的基督徒，这个过程嘛是彼得甲咱讲，就要常常来提醒，表示讲咱爱互遮的门徒学生，遮的初信的爱提醒因，然后激发之意就是咱爱回顾遮的历史，最后才会当来离开脱离这个帐篷，脱离帐篷，代表讲咱才会当去甲上帝好好领加比啊，咱才会当去见上帝。可能过20年以后，咱下晡咱嘛去即个团体上啊，所以下晡要翕相的时阵，牧师伫遮先报告一下，你若无翕到呢，以后20年、40年以后，伫即个所在讲道的牧师摕相片出来打的时阵，你就无当举手啊，所以你若望20年、40年以后要伫即个所在举手的，下晡3点，请会记你参加。然后翕相的时阵，不管你是坐伫3楼、4楼，坐伫1楼，还是坐到7楼去呢，拢会记你，爱整落来，整入来，来翕相。但是牧师伫即个所在嘛，教大家一个撇步啊，你若要翕相，找一个好位啊，你当对后壁门，对即个门入来，即个门要安怎入来？大家知影无？知影？对1楼的女生厕所的楼梯，行起来，你当。你就当对这个所在入来，你就当伫这个所在找到好位，立雄兄，甲伊个囝婿对顶悬遐翕落，迄每一张相，一定是足水的，所以如果咱的骹步较紧的，你会当行楼梯、爬楼梯，尽量莫对头前入来，会当对后壁入来，啥物时阵要翕相，就是地会员要退场的时阵，特会员要退场，但牧师接到了后，地会员退场以后。咱就当准备去楼骹排队爬楼梯起来，会记得对1楼信心，爬到2楼是啥物？德行就是要有德行要有好德行这个呢，拢是咧甲咱看见讲，咱的基督徒拢爱长大成人，拢爱不断的爬楼梯。所以牧师就爱爬楼梯的，逐工我拢爱爬10层的楼梯啦。就算讲有电梯坐，我嘛是尽量拢行楼梯，爱爬10楼我才要，一工的即个扩大才有完成。当然我毋是要超人家爬行，我是要顾健康，爬一层的楼梯，
可以多活0.4秒。跟你隔壁人讲，多爬一层可以多活0.4秒，爬一层楼梯可以多活多久？所以我每天爬10楼，好，我可以多活4秒钟安尼，好，我若100天吼，我就加活几啊分钟啊，好，安尼嘛真会好呀，好，真会好。好，所以鼓励咱好尽量爬楼梯，顾身体嘛，顾咱的人命。最后，今日的结论，我要用彼得后书一开始咱所读第30甲第40。上帝有因伊的能力，将敬虔的生活所需要一切赐予咱，这是通过咱人目调咱来分享伊的恩根甲良善，迄位上帝来的。安尼，伊有将极大佮宝贵的应允赐予咱，互恁通过这的应允。通脱离世上的欲望所造成的腐败，来分享上帝的本性。彼得伊对咱的期待，不管是初信的基督徒，还是老基督徒，咱拢爱来分享上帝的本性。什么是分享上帝的本性？就是咱当分享耶稣是基督，这是咱顶礼拜五旬节上界重要的信息。耶稣已经成为基督，耶稣这个人已经变作是受膏抹弥赛亚救世主，上帝所膏抹的救主。咱会当去分享这个消息，互人时阵叫做分享上帝的本性。所以这是需要经过爬楼梯，一直爬，咱才会当有这个操练，会当去分享这个好消息。这有2个关键字，就是认识。甲应许，认识就是咱爱明白真理，抵挡这的假教训。全能神教会，原名叫做东方闪电，伊要甲咱传福音的时阵，一定拢会炸一本这个红皮的书，这就是因的圣经。这本圣经内底就是记载因这位女基督，伊家己唔知是安怎梦到、想到，写一本高高的册，然后佫用这圣经来证明伊家己所讲的话。咱只有明白真理，才会当去抵挡这的假教训啊！好，真侪基督徒想要去甲因辩论，但是咱爱真细腻，咱家人教会直接捌做过咱迦南教会的执事，然后去别个教会做长老，然后接触到全能神教会，加入全能神教会，到今拢无阁出来，我相信真侪人知影我咧讲什么人，我嘛亲自捌敲电话互伊，但是伊并无回应，嘛并无愿意来离开这个全能神教会啊！这是几啊年前的代志。当然，我期待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拢是老练的基督徒，咱拢爱坚守到落尾，唔通互咱所大的这个应允，上帝互咱的这个应允来无去。因为这假先知会亲像羊，亲像豺狼走入来这个羊群的中间，来吞食这个羊群。所以，咱抵挡这个假先知，爱知影上帝伊的应允，才袂互咱离开上帝伊要赐予咱的恩典。所以，今日这段圣经，送互咱大家，嘛毋万咱。伫酒杯中间，你毋免吵啊！牧师拢拍好啊，拄则有讲的经节，全部拢伫即个所在。你家己撇落来，还是家己搭的，互咱每一工提醒。如果你若要逐工爬楼梯，你就好好用这8项来爬，至少会通互你爬到14楼安尼啦。对1楼爬到14楼，互咱想，搁再想，互咱会当知影，咱基督徒就爱不断来接受操练。因为彼得后书讲，咱若初信的爬这楼梯，就不至于显然无结果子。基督徒若爬这楼梯，就不至于永不失脚。失脚意思就讲袂绊倒，袂这个信用袂互人绊倒。老基督徒若爬这几项的楼梯，就不至于眼瞎、短视、忘恩。这是彼得互咱真好的提醒，也是牧师要送互咱迦南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互咱伫将来头前的日子甲时间，咱当来做伙来爬上帝楼梯，互咱的身躯若健康，
任命拿永宗，安尼好唔好？好，安尼陈牧师会当当选无？袂赴啊，已经袂赴啊，最后呢，别人足侪人顶个月就来甲我问讲，牧师听讲你要讲一个信息叫做欢迎上8楼，我带一个讲牧师要讲到1个月前就有人在注意就咧问讲牧师咧讲即个信息，欢迎上8楼，今日是我的主题。我要问讲，咱去过8楼的人，请举手一个，有去过8楼？好，手车棒。没有去过8楼的，请举手。唔捌去哩，嘛是真侪人。好，谢谢。好，手车棒的。请问咱嘉南教会8楼是啥物所在？牧师馆。好，这拢是标准答案。若讲到嘉南教会8楼，大家绝对想到就是牧师馆。所以大家拢想讲，今日陈牧师就是要来讲嘉南8楼的牧师馆。好，歹势，这毋是今日我要讲的。嘉南教会8楼，还有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叫做啥物？史料室啊！这个华语就歹念的呢，够史够料安尼，又史又料。台语要安怎讲？不先对了。历史馆啊，咱甲叫做历史馆好了。史料馆，史料馆，资料馆因为遐就有写字啊。教会史料室遐个大三个大字我问一届，捌入去的请举手一个，有进去的明显少很多谢谢。真侪人毋捌入去迄个所在呢。咱敢知影嘉南教会8楼有牧师馆，但是毋知影嘉南教会8楼有一个历史馆史料室伫迄个所在，这个所在。我认为，是除了咱这个2楼的礼拜堂以外，是嘉南教会上界宝贝的所在。为什么？因为这个所在，我这是我要问的问题这个所在已经是使用11年使用11年，但是11年来，只有拄只举手的人捌入去，但是呢，足侪兄弟姊妹。无机会入去今日咱有这个淡江中学校牧熊牧师伫咱中间，咱拍拍来甲伊先欢迎一下淡江中学嘛，足出名的这个史料室，因淡江中学将这个淡江中学历史资料整理甲非常的好势，甚至到后壁马街的蒙园，到隔壁真理大学牛津学堂，迄是几套的，甚至还有这个 APP 会当去你看。甚至佫去到伫这个青海路、南海路，去遐展览过整个淡江中学历史资料，是国家级。我毋是讲咱嘉南教会历史还变做国家级，但是这对咱后代的人是上紧会当入捌嘉南教会上界紧的方法。所以为什么陈牧师会当拄则讲遮侪历史？因为就是伫即间内面，我所看到。所找到、所得到这资料，这个所在会当帮助咱认捌嘉南教会58年来的历史，包括咱过去五任的牧师团队，还有咱遮的和会手册，甲遮的周报。伫目前内底，上届早的和会手册，你知影是倒一年无？1987年这本是1988年因为1987年那本太珍贵，我给它提出来给它冲破，我所以拿这个有副本的1988年。如果恁的厝内底有1986年、85年以前嘉南教会和会手册，安尼牧师甲恁拜托，请你会当借互嘉南教会来 copy， 还是你会当献予嘉南教会，牧师绝对将你的名刊伫周报，因为这比献1000块安怎？1万块呢？10万块买会着无？买袂着。所以如果恁兜有1986年以前的和会手册，陈牧师娘，毋知影恁兜有无？无呀，哇，真可惜。有的人先莫举手，甲牧师讲者就好。还佫有周报，
如果恁兜的周报，有1984年以前的周报，1984年以前的周报，嘛，请你会当来奉献给迦南教会，小会绝对嘛会将你的名打伫周报的顶悬，啊，咱咧做这个60周年的特刊的时阵，绝对会写讲，这是某某人奉献的，所以好会手册周报，如果你逐年摕到以后安怎？你若好好甲捡起来，放一个50年以后，你就好野伫天顶好野安尼。但是讲即个呢，是爱咱会当了解讲，咱去到即个八楼的历史馆，上界要紧的是来认捌迦南教会的历史，所以只有一面壁，是迄阵咱的同工真用心啊。我会记得是雷锋兄，啊，搁有即个叫做林主恩，林主恩，伊用足侪时间，甲咱迄阵遮的中级，来去整理遮的资料，啊，搁来做遮的输出啊。所以咱去到八楼时阵，咱去好了解，遮顶头所写的历史，其实就是无书讲的，遐拢有写，咱去看，咱就当精简来了解。上界要紧就是看见历史，就当见证信心运行的遮的轨迹啊。所以我们用华语来念一次啊，看见历史，见证圣灵运行的轨迹。所以你有看到迦南教会是一个信心充满的教会无？阿门。因为咱知影这是上帝带领，才会当发展到安尼。若无信心，这个教会真有可能早就花去啊。这是顶礼拜上年大合，因在伫这场礼拜献诗了后，因去哩到八楼底下来聚会，聚餐时阵所翕的相片。咱的长老、咱的校长伫迄个所在，来甲遮的上年大学的学生，真侪拢是未信者，也是还未洗礼，来甲因分享介绍迦南教会。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嘛期待咱伫周报内面小做分享，牧师有放一条，期待咱会当伫今年中间安排咱的小组，会当去到伫八楼，伫迄个所在做伙来聚会啊，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每一个人都会当去分享介绍迦南教会的即个建设的过程，甲伊发展的意向甲目标，也为遮初信的代祷。咱要甲伊做伙去到伫八楼，甚至伫主国来日子的时阵，主国来日子，这毋是一个坏消息，因为真侪人想到耶稣要过来，就是世界末日，这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耶稣过来是一个好消息，相信的就讲阿门。耶稣过来绝对毋是歹消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咱就要有这种的智慧，甲这种的信心，去甲人见证耶稣过来，毋是坏消息，是好消息。请问，咱的立法院即马修改这的法令以后，等中国过来以后，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咱就要有智慧，知影咱来安怎样为着咱的国家、社会，为着立法院来代祷。嘛爱关心咱的国家的前途，互真人所留落来遮的民主自由，头一个人伫迦南教会所尽的遮的果子，会当中代，会当一代一代传承落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阁一摆感谢你，互阮伫今日短短时间，看见迦南教会58年来的发展甲起造的过程。阮为着遮真诶人，也是现主时，也伫阮中间留落来，遮诶兄弟姊妹同甘，阮满心献上感谢，因为这是信心诶溃烂，信心诶能力，互因会当继续伫即个所在为上帝你诶奇妙诶工作做见证。阮也为着阮在座诶每一位兄弟姊妹，也是伫线顶参加礼拜兄弟姊妹。互阮会当继续伫上帝所带领阮的教会，会当伫遮屈落去，进伫迄个所在，好好为着上帝国甲福音来努力来拍拼。等有一日，上帝你要使用阮来做小组长，
有一日，上帝你要使用阮来做迦南的祭司，还是做迦南的长老的时阵，阮拢无提示，因为阮知影这是上帝你所要带互阮一条祝福的路。也愿上帝继续带领迦南教会，对今仔日第6日牧师的就任以后，到明年60周年，到煞遮的每一年，拢会当有上帝你的同在，看见上帝你的恩典满满。愿咱的同心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伫圣诗638首，咱着出欢喜的声，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咱着出欢喜的声，感谢我老主的名，我国已经受到来，毋惊风台大损害，主上帝替人安排，所有好秘密出来。着你心殿来敬拜，哦，咱上帝大仁爱，全世界受主管理，慈善最最应跟伊，要甲百姓喜乐地，最会中心到落尾。大神开会就加进，然后修行到清净，关爱正最好加进，互主欢喜受入去。咱的主角来牺牲，受歌所珍贵的天。到时自咱对面众，罪恶欺骗拢逍遥。主的天使要临感，因会小辈是罪恶，总是所有好恶果，互主受日真快乐。愿主耶稣经过咱，罪恶受心日出来，主一日的真行人，互因低头放欢喜，求你随因到清气，互因甲你因客气。求你大天君进来，带阮你紧跟所在。会众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是
将车起立。阮亲爱的天父，你是全能的上帝，阮要倚靠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你的话语是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面对困难的时阵，阮的心袂惊吓，阮的脚袂摇动。感谢你甲阮三甲皮地。即马阮要献上金钱、时间、才能，为着主你所用，请你欢喜甘纳。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长请坐，这是咱请副村长落来报告。来，咱来报告以前，咱今仔有新来的朋友无？那无咱过来一届来欢迎咱迄个丹江中学校牧吼，小牧师吼，小牧师伫咱中间来，咱欢迎。老师过，请坐。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咱的教会事工的代志吼。来，首先咱今仔下晡3点啊，咱有咱陈柏志牧师的就任，第6任的主任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吼。啊，咱2点半，咱的小会员要先伫501教室来开小会吼，啊，小会员来致意吼。啊，咱的座位安排来，咱来看下一张吼，咱下一张的报告来。咱今仔日这个2楼吼，咱原则上互特会员，互咱的小会员，吼啊，互咱的退任的长老，啊，佮有这个盘顶教会的圣歌队、嘉南教会的圣歌队，啊，加着一寡教会80岁以上的长辈，吼，啊，咱坐伫这个2楼。啊，3楼甲401的教室吼，是互咱所有的咱教会会友吼，咱坐伫3楼，啊，甲401吼，咱教室咱的招待伫这个所在来招呼，咱兄弟姊妹咱较伫注意啦吼，咱原则上你若毋是这80岁以上的吼，咱先为3楼甲4楼先坐吼，3楼甲4楼，啊，咱80岁以上的吼，啊，加着咱的这中级啊小会员这。甲人若一寡来宾吼，咱拢互伊保持伫第2楼吼，咱来坐伫2楼吼。啊，这个表咱确定咱交代来处理吼。吼，啊，这了后吼，煞了后，咱有这个翕相吼，翕相咱有看一张吼，咱有先特会员啊，咱的牧者的夫妇啊，全体来大合照吼。头拄牧师有讲吼，一个全体大合照吼。啊，甲嘉南教会，咱嘉南教会人来大合照。吼，啊，佮来历任的长子啦，吼，啊，这搬顶教会合照，啊，甲牧师因的亲朋好友的翕相吼，这有一个顺序，咱大家都要看咧。咱按照这个程序吼，咱来参与着这个翕相，吼，咱20年后咱能看见咱伫迄个内底啦，吼。好来，好，咱啊做6月初2吼，6月初2啊，咱要来召开这个中级会，吼，啊，咱请咱所有的这个爱准备资料的这个负责人吼，你家己啊做资料爱伫5月29吼，5月29爱准备出来，然后咧，咱伫3点了，佮煞接开小会，吼，5月29中级会了，煞接来开这啊做小会，吼，这请小会员甲中级拢来致意吼，来好。啊，咱伫7月初7吼，就是今年要来做第4届的这个圣礼典，也要受洗。啊，咱伫6月23以前，达咱的主任干事，也是达咱的行政干事来报名。吼，啊，咱若要受洗吼，牧师有讲吼，咱来完成跟信礼，要完成这个洗礼人爱完成这个只要真理的课程哦。你若未受只要真理的课程，较紧来报名吼。啊，教育部拢开一寡这课吼，啊，你先会当先来上完课，啊，咱较来受洗吼。好来，好，咱这个头报告过啊吼，来。好，咱一个主日啊，咱就进入6月份哦，请服侍人员你来致意吼，来。好，啊，咱下晡咱确定吼10点半，咱楼骹1楼吼有这个健康医疗咨询，吼，咱大家咱伫迄个所在来参与，吼，过来。好，啊，咱5月30日拜四暗时的7点半，啊，要伫501教室吼，牧师要教着一寡只区长、小组长，
第一届在伫个所在咧座谈吼，有这内容，咱要参与的区长、小组长，你若有啥物意见要反映的，你会当留下准备者吼。5月30拜四暗时7点半，区长甲小组长。好来，咱有一个圣经共读的这个示范开始啦吼，要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甲提摩太后书，伫5月31拜5暗时甲6月17拜6个下早时吼，咱有分2场吼，就是华语场伫暗时的8点到8点半，台语场伫透早7点到7点半吼。这个我是较无啥，未做了解吼，无紧咱大家当看吼，你会当扫 QR code 入去啦吼。这个是新推出的吼，咱甲你要注意一下吼，来。好，5月29吼，这有双大的讲座吼，咱要参加的人，咱那个来致意吼，来。好，咱这个也做这个友爱基金是无？友爱基金的申请吼，咱到后礼拜主日12点截止。这爱请区长甲小组长吼来做这个关心的啦吼，你要代替申请。你这单写好是你摕互迄个集会长老，摕互集会长老吼。这是咱今日报告。其他代志咱大家开始看咱的周报吼，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咱来谈2遍啦吼来。安尼，伊有将极大个宝贵的应允赐互咱，互咱通过这应允，通脱离世上的欲望所造成的腐败，来分享上帝的本性。彼得后书1章4节，咱个一解来。安尼，伊有将极大个宝贵的应允赐互咱，互恁通过这应允，通脱离世上的欲望所造成的腐败，来分享上帝的本性。彼得后书1章第4节。好，以上。这是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伫个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因诗线请陈牧师祝祷，请会众起立。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典救你，也以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赐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必听探，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恁尽大家以及迦南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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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袂倒。